再来看这台北市昨下晡呢，是来发生鸡仔头攻击事件，有2个人嘛因为安尼来着伤。这是一名学生，伊伫咧台北市东区这巷仔内底咧翕影片，结果煞互人来甲呛声，而且呢，佮当场甲这罗奶肉甲摕出来，加在附近的民众出手，顺利甲人甲压掉咧。虽然讲这嫌犯讲是误会，也毋过警方要是照伤害等罪嫌甲伊送办。 先借过，等一下，好，走开，给我。我错了。警方赶到现场，真侪10人合约将人压制掉咧，现场气氛紧张，都惊遭到伤害。就是很多人，是很多人，警察也来了，我以为是在拍片。原来有真侪10人伫翕报时扮演夜莺作业，向称分的10人来呛声，佮提出罗奶吧，拄伫其中一人卡接片，威胁要攻击。就有一个人从后面。 把我架住，用一个硬的东西抵住我的腰，就警告我们这一群人赶快离开，不然他就要动手。我们就往后撤退嘛，但是他就一直不断的追上来，主要都是小擦伤，可能是在到地上的时候碰到。 想起案发的经过，当事人是心惊惊，有2个人手骨分别受到刺伤。这个代志就发生在台北市东区的大安路巷仔，截至下晡5点多，好在在热心的民众协助斗阵压制，才无互冲突搁扩大。因廖兰情绪激动且已经有伤人的行为，警方马上对廖兰实施管束，全案讯后依伤害、毁损罪嫌。 已请台北地检署侦办。虽然原警到会涉案的46岁姓廖10人有完情绪激动，马上被管束。不过伊事后讲误会家己被挟着，不过警方将传和以伤害加毁损罪嫌函上检方来承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